據美聯物業研究中心綜合地政總署資料顯示，4月未有私人住宅項目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，自今年1月後再現。在零獲批之下，加上發展商持續積極推盤，早前有不少已獲批樓花的項目於4月相繼推售，令已批未售樓花的私宅單位按月大減約 26.2% 至5986伙，創47個月新低。美聯物業分析師岑仲謙稱，即使市場有多個新盤登場，唯樓市需求強勁，新盤銷售相當熾熱，4月一手成交量企穩於2000宗的高水平，累積貨尾量得以減少。據統計，4月份累積貨尾量錄17472伙，按月減少約 0.7%， 今年首4個月累減約 5%， 相比起去年1月高位更大減約 24.4%。已批未售樓花單位及累積貨尾量按月雙下跌，令到可隨時推售單位於4月份進一步跌至23,458伙，按月續減約 8.7%， 並創47個月新低，數量比起24年1月高位41,367伙已大幅減少約 1.79萬伙，可見庫存壓力持續得到舒緩。